什么鬼？啊，这么重要的会议，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？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，你马上给沈笑打电话，叫他来见我。啊，周部长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您还是先进去吧。哼，您请。季云中在里面。在。季云中是两脑炸弹，悄悄疏散与会人员。 先生，给您加点酒。他们人呢？都去会议室了，会议马上开始。小心，他手上有炸弹！宣布危机解除吗？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？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？谁在总部？行政组的都在这儿。 马上回总部。好，回总部。有人闯进总部，快到这儿！快把重要文件销毁！所有人都躲起来，没有守入口。
在车里，有人看着。盯着7分钟。这儿。7分钟跑了。首长，他们在拖延时间，开车绕着走，赶紧回总部。这儿。
找谢洪哥等我。是。其他人呢？都死了，丁胜还活着，刚刚下楼去了。别动！峰哥，我抓到一个。别开枪，留活口。峰哥。陆鹏还活着。救人。
署长。佛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周密，但他能够顺利完成，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。严队死了，丁胜也死了。陆枫中枪，生死不明。特密组损失惨重啊，几乎。女杀手果然是华夏。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，表面上是暗杀我，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寒天，因为寒天只是一个诱饵。佛手用寒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，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，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，引出火河，火河炸响，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。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。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。这个局环环相扣，漂亮。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。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，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。下这么大血本，不可能只为了2块模板。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佛手对这很熟悉。他来到我办公室，打开保险柜，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，像回家一样。他在找东西，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。他在找什么呀？我也很想知道。佛手，我一定把你挖出来。先从那个内鬼下手。你有怀疑的对象吗？你呢？围捕修车厂失败，肯定有人通风报信。进来。什么事？如果没事，特密组有间谍。
你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立刻站出来，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。有人承认吗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数到5，如果你再不站出来，这5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。1、2、3、4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都别管！我不是内鬼，不是内鬼，我不是！我让你把枪放下！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啊！你，还有你，你们还要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知道，只要一旦被怀疑了，最后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不会这么死的不明不白，我不会！你放开处长！我放了处长，你们能放了我吗？你不是内鬼，我们自然会放了你。我这么好骗吗？啊！走！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走！别动！围捕行动之前，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。谁的电话？陆宝磊。报告首长，秦毅来电。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。秦毅不负组织重托，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是假，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，抢夺法币模板，才是意图所在。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，秦毅就假戏真做，借力打力，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，要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，一举两得啊！
破壁乱发，民生遭殃。飞哥，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？我也是行动之前才临时接到通知的。但是咱们真要去了，谁都回不来。是啊，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。博士想要见你。我猜到你是特工，但是不知道是自己人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我，对不对？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。如果都成功了，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。你私下联系了上面，为什么？那是流程。我要报告任务结果。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。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。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，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。你别误会，我并不是怀疑你，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，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，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。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邮轮上获取的2份情报。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，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。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？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，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。恕我直言，你的权限不够。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，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关于我家人的死。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，说是周天伟做的，然后嫁祸于日本人。资料真实吗？谁知道呢？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。如果方便，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。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，但现在是非常时期，
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，先熬过这一阵子吧。不行的话，我可以自己走。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，这是命令。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？怎么了？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，但是他把我放了。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？还没找到季云中。没有线索，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。陆峰怎么样了？恢复得很快。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，也没有伤筋动骨。他挺幸运的。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您还在怀疑他？第一，他和花向宇的关系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都不得不让人怀疑。第二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，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，有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。第三，他和那个霍飞的关系，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，太不正常了。启动对陆峰的政审，你秘密调查陆峰，不能放过任何细节。是。你看到佛手的样子了吗？我在资料库门外找到丁生的尸体，有人在背后找我开枪。子弹穿过你的身体，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。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，你都会丧命。我们找到内鬼了，陆堡垒。他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，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。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，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定了位子。是。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？到目前为止，大门紧闭，没有任何的出入。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厂里一共有6个修车工，4个住在哪儿，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。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定了位子，晚上6点到9点。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？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，还需要政审。为什么？因为花向宇。
主任，特密组这次很难堪呢。金融会议被破坏，机密资料库被烧，法币模板丢失，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。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够抓到佛手。10天之内抓到佛手，要立军令状。我立军令状，10天之内抓不到佛手，军法处置。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，在此之前，我要听到好消息。是。谢谢主任。处长，有线索了吗？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。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，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。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？不是要，是销毁。知道秘密是什么吗？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。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。穆局长，季云中现在怎么样？76号正在抓捕他。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。